我阁会记得迄年伫遮办公厅会，也阁伫读书哦。起转报警！你还阁徛伫遮，你还阁有机会改变，敢毋是？我才加久加快啊！咱大家较理性的啦，较理智的听着你安怎讲啦吼。过遮尔久啊，咱两个真正哦，斗阵经过足侪代志，行足远的路啊。是啊，咱行到伤远啊，阮甲头前的路，我拢看袂清啊。你讲希望我伫第一线执行你的政策，不过我发现你的政策空芳，已经有受害者。兄弟，只要我选掉，咱有足侪机会会当补救甲补救。你即马上重要的任务，就是甲包租代管的社体，身高数字冲起你历史上悬，全力替我助选。不过，我甲你的战场已经完全无共啊。